我感觉无路用的，也毋是干那我尔。我感觉台北人敢若拢使下糖呢。哎呦喂啊！哦，你有看，阮出门就是叫 Uber， 食饭就是叫 Uber Eat， 连阮兜巷仔口迄间咖啡厅，我拢爱叫扶贫大送。啊，还有一项代志爱甲大家讲，你若是来台北，你会免去问台北人路，因为阮出门是叫 Uber， 阮早就已经唔捌路啊。来，明信，请起顶。两个看一个车啊，车啊是一个歹查某飞的。是啊，那这个歹查某，伊无要过关呢。无道理伤水，伊看到水，伊就无欢喜。其实因为我真正咧听你讲的时阵，袂讲到听你讲话无爽快，也毋过我咧听你咧讲这个故事，我就有这种眼油的感觉会走出来，我会替你紧张。安尼哦。嘿，然后咧啊，刷来咧，多台，你看，哎，麻烦你去遐坐一下好吧？单台哭恰，歹势互小坐一下啊。哎，专程爱讲台语，真啊不离啊，就无简单啊，无简单啊。